情绪有点低落。其实前几天慢慢开始有一点想起这个事情，然后昨天晚上我溜的时候就是明天就要走，不开心。我看过小 Q 电影啊，他没养狗的时候我就看过了，所以我知道有导盲犬这回事，但是没想到我们会亲自接触。不过他在学校还好，可以经常去看他。如果去了别人家就看不了了。但还是希望他能够复业。中国人把离别看得很重，折柳踏歌，欲语还休，这些属于人类的诗意，菲菲无法体会。但她也许能感觉到，这一次出门等车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。有点过瘾，落在他腿上很过瘾。鉴定完毕是我画不出来的光影效果。唔好食啊，知道嗎？唔好亂咁食嘢啊，等下又嘔到。係啊，嘔咗你都唔好食翻嘔嗰啲嘢出去啊，知道嗎？我想試下食翻我他就是這樣子的呀。菲菲說這種污蔑我，還我清白。回到导盲犬学校，菲菲遇到了阔别已久的钱姐，她专程过来看望这位带给她无限念想的小寿星。菲菲胖了，菲菲胖很多。那小狗的时候很少嘛，才4个月。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，那个头那个毛毛的，很舒服，摸上去很舒服。跟我回家了好吗？再大一点哦。菲菲会成为钱姐新的眼睛吗？抱歉，我们不知道。因为他是我们的使用者，所以呢，我是必须要首先配给他。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菲菲跟他是不是真的能配，现在说太早了。但不管他最后是成功还是淘汰，背后已经有无数双爱的眼睛，会承接一切未知的可能。1、2、3，哇！菲菲今天从寄养家庭回来了，其实就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，然后就可以开启她的引导训练。她能不能通过，会不会淘汰，也在这个阶段能够决定出来的了。在菲菲的未来的训练过程里面，我觉得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了。我哪个时候就要去找一个适合她的视障的朋友。